再来看到咱这是路人警察查车的过程。这个故事是宜兰外义监一名黄姓受刑人，伊趁保外就医的机会落跑啊。不过，昨伫台北市警方来到路检，甲查到啊。原来伊伫落跑的期间，伊借朋友的车开车拍走，但是这车无爱行人啊，车主就去报案，隔天人就去用撞到啊。警方还搁伫车顶敲出了毒品4盒啊，所以这个黄姓受刑人啊，涉嫌盗窃、速度开车，罪加一等啊。下车！下车！一只轿车停在路边，巡逻的员警来拦查，驾驶表情紧张，一定轻开门。趴着！互警方带落车做敲诈，警方盘查驾驶的身份，才发现伊竟然是一个盗犯。原来，这个黄姓查甫人因为毒品的案件，伫咧宜兰的监狱外局监服刑。去年10月初7，因为得到喙齿炎保外就医。伊本来应该伫咧正月初8，登去到监狱报到，所无现身，剩的刑期也够6个月。到时没有报到啊，我们到1月9号就函知地检署依程的办理了哈。贩毒品的哈，本刑1年啊，参与刑是6个月。黄姓查甫人去年12月甲朋友借车了后，就联络袂到，朋友昨日到警察局报案，讲车况占去。警方昨暗时伫咧台北市文山区的新公路巡逻的时，就发现黄姓查甫人甲互占去的车辆，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等毒品。针对身份查证之后，确认他是宜兰监狱这个保外就医的逃犯，我们对其实施唾液快筛检测，是呈现阳性反应。黄姓查甫人一声唔爱互带登去监狱，甲原本的刑期复原，讲因为涉侵占、毒品、公共危险等罪嫌，罪加一等，恐惊爱伫咧监狱内底坐个较久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